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良辰美景待我言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须等斜头过尽烟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金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这一集的重点是本狐也很抢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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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老，哎，这里是学校废弃的储藏室，平常不会有人来的，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。哎，老狐狸，伤得很重啊，还是疗伤吧。你呀，不用谢我，这仙丹给你。谁叫我师兄老师说，我们仙主不能见死不救了。用不着你在这儿假慈悲。哎，老狐狸啊，这个时候硬撑啊，吃吧你！你干嘛？哎，你赶快运功，加速疗效。吃都吃了，别浪费啊！小姐，苗大神呢？他还在生气啊？他一时半会儿估计接受不了吧，我就先不去打扰他了。你做的那些都是为了他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？你还嫌不够乱？你要消除记忆的事情没告诉他，生气也难免。好在窗户纸都捅破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的。他其实也是在担心你。谢谢你们救他。我师父不计前嫌，以德报怨。对了，浩月老师，刘云老师说的那个上古法器是什么？怎么才能找到它？
我跟我师兄会想办法的。我劝你们就别白费功夫了。喂，老狐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所说的那个上古法器，我知道是什么。长老，你知道？那本卷轴里面所说的，应该就是困心锁。困心锁。困心锁是我们狐族的镇魂之宝，一旦把困心锁锁住，哪怕功力再强、法力再高，都会失去心智，丧失本我。现在想起来，唯一能跟杀生石抗衡的，也只有它了。可是你们不可能会找得到。哎，你骗谁啊？既然是你们狐族的镇魂宝物，你会不清楚它在哪？就是因为我太清楚它在哪里。上古之时，龙族一直窥看涂山，而龙族的少主又一直爱慕九尾娘娘。为了逼迫九尾娘娘下嫁，他不惜以我们狐族的性命为要挟。最终，九尾娘娘只好把困心锁带到了他身上。龙族少主从此以后丧失心智，消失不见。如今1000年一过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龙族少主。那个龙族少主就没有再出现过吗？连他们龙族自己的人都找不到，我们怎么会有线索？那就是说，这条路也被堵死了。哎，这倒也未必嘛。既然龙族的人出现在这里，或许我们可以打探到困心锁下落嘛，是吧？就是嘛，大家不要灰心，至少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希望。而且有大家都在这里帮我，有你们在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对，不放弃。你欠九尾一条命，现在该还了吧？我每次都想要告诉你，可我该怎么说呀？我怎么说你会信呀？他没有接吗？估计还是在生我的气吧。其实也不怪他，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生气的。那也不能全怪汪兰吧，他也有他的苦衷啊。我知道。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会再放弃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们也要为之付出100%的努力。你要是能这么想，就太好了。那苗里那边，我去找他谈谈。还是给他点时间吧。哦，对了，白龙怎么样了？他估计就是受惊过度吧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找他谈的。话说狐狸，今天幸亏你报信及时，表现不错，在大飞大师面前算是经受住了考验，值得表扬。怎么这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就那么奇怪呢？切，你才奇怪呢！夸你不行，非得骂你才好受啊！是啊，你还是更野蛮一点，我更习惯。哎你，哎呀，狐狸，你不要老说我们家小桃野蛮，就是，这是人家在意你的方式。小姐，别乱说，我哪有啊？那什么，就是我那边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走了。
在笑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想到以前的事嘛。想到什么事？我想起了我在另一个世界的好朋友李公子。你在说我是吧？你可以这么说，你们是同一个人，也不是同一个人。哎呀，总之啊，我还记得，当时我跟他说这些事的时候啊，他跟你啊同样德行，接受无能。唉，一个人啊，关在书房啊，喝了一整夜的酒。像你们这种怪力乱神的事，换作是谁都无法轻易接受吧？当然啦。哎，不过啊，你往好处去想，我的好友，欢迎来到新世界。唉，我是跟你说啊，汪澜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他可不是因为你们命中注定这些事啊，他是因为你，苗里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汪澜的安全。哎，人呢？真受不了刺激啊！唉。怎么那么慢啊？走吧。嗯。你们好好聊啊。走，喂。我想带你去的地方。啊？走吧。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不就是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吗？那些事儿你都想起来了？无论我想不想得起来，我都是那个人，不是吗？也就是说，无论在哪个世界里，我们有过什么样的宿命，在这个世界里呢，我就是苗里，你就是汪澜，对吧？嗯。走吧。你带我来这儿，是想跟我说些什么呀？你气消一点啦。我倒是很想生气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气什么。难道我要气你爱我、在乎我，才隐瞒我是吗？那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尽管问。以后我都不会再隐瞒你了。我对过去的事情不感兴趣。我再怎么问你，再怎么怪你，有意义吗？我在乎的是现在，所以
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保护你的安全？难道像刘云师傅所说的，找到那件法器吗？千峰说的那个法器，好像是叫困心锁。听说那个困心锁好像是在龙族少主的身上。少主？那少主现在在哪里？他在这个世界上吗？还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不过总会有办法的，你别担心了。如果这时候还不担心的话，那证明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小时候我们就喜欢一起在这儿荡秋千。谁？我们呀。我们？我从小到大，幸运的事儿从来都不落到我头上，倒霉的事儿倒是不少。苗里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，只有你们这些关心和在乎我的人。这是我遇到这么多事情唯一值得庆幸的事了。所以呀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希望可以和你们一直在一起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。我脸上有写的答案吗？没有啊。你看了我一个晚上，在看什么呢？那又怎么样？看几眼又不会少块肉。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一个晚上一行字都没有写啊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呀？生死危机、血雨腥风的，谁还要写作业呀？那你想干嘛呢？他们先那幺二的去查线索了，咱们凡人也帮不上忙，与其干等着呀，还不如去找点好玩的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待在学校，待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。走。去哪？哎呀，你先跟我走嘛。走。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不让我们出去玩吗？那我们就来看电影吧。哟，看电影都不叫我。你怎么来了？现在保护你也是我的任务，我当然得保持点警觉了。你可以去外面把风啊。喂，你好。你放心，我就坐着，不说话。喂。你们该干嘛干嘛，把我当空气就好。你们俩真是的。哎呀，好好看吧。我也在广州，我来出差的。
你一个人来找我，就不怕我对你动手吗？为什么要怕？别以为汪澜护着你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我可没有说过不杀你。当年九尾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却背叛了他，害得狐族险遭灭顶之灾。一切根源因你而起，你难道不应该赎罪吗？我知道我该做什么，我的赎罪就是要保护他。哼，你保护得了吗？所以我想问你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龙族少主？你找不到的。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很奇怪。浩宇老师，轻巧，巧到放手。你认识他？他是谁啊？哼，我可是狐狸从小到大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你是吗，狐狸？我怎么没听你提过他呀？轻巧，别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收到一些消息，本来是来找千峰的，可是我找不到他，只能来找你了。哼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又是一个狐狸精啊！你说谁是狐狸精呢？没大话就说谁了？你再说一遍，怎么着？动手我可不怕你。哎呀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吵了？是他先嘴欠，到底谁先嘴欠的？啊？哼，你一个小屁仙，没事了缠着狐狸干什么？够了，能不能先做正事？千峰受伤已经被我师傅押起来了，要想见他，还得先问过我师傅。狐狸，你帮他们了？我们跟仙族是一伙的。千峰是龙族打伤的，而且还是刘云老师帮他疗的伤的。长老，这位轻巧姑娘，找到狐狸，说有事情要告诉你。他们把你怎么了？你们嘴上不是说疗伤吗？关在这里是坐牢吗？难不成还得找个5星级酒店啊？你给报销啊？好了好了，我没事儿。你来干什么？涂山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跟你单独谈。哎，老狐狸，这种时候我们不需要各自为战，还有什么秘密吧？你说吧。我回到涂山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一直派人到处打探百川人在龙族的行踪。后来我打探到，百川人都在传，龙族失散多年的少主找到了。什么？你是说龙族少主？嗯，我担心他们会有大动作，所以急着来找你。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很奇怪。哎，你确定吗？这消息准确吗？嗯，百川的龙族人都在传。哎呀，这个龙族少主回归，这倒是能解释为什么龙族的人突然出现在这儿。龙族的人出现，那么这个少主就有可能在这里。我们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
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